嗱，呢個熱約翰書3條4節樣講出家啲，每一人做罪惡都係反對上帝嘅法律。嗱，每一人有罪嘅人都係反對上帝嘅法律。我相信隆重人世間呢啲答要錯，錯在上帝嘅眼中都係要罪，罪都反對上帝嘅法律。但係呢個熱約翰3條5節樣講到，佢講呢啲佢顯了出來，為了咪佢出場設家熱切嘅罪，格在家嘅內中唔為要罪，係咪人嘅內中啊？係咪人顯出嚟呢？都係上帝顯出肉身，在耶穌基督名，係咪人相信佢家嘅死，家嘅犧牲，家嘅寶血，都赦免自家嘅罪惡嘅方面，信任佢自家嘅罪惡會赦免hết，自家變冇罪。嗱，所以讓自家要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信任耶穌基督作為上帝，作為救主，自家嘅贖從罪惡探討嘅方面，世間你hết đó，自家得到嘅平安，日後唔離開嘅世間，日天不會帶進天家去，所以讓自家去信任耶穌基督了。嗱，我可能隆重兄弟姊妹呢下世間你hết đó，有問題有痛苦，呢下我禱告俾隆重兄弟姊妹。嗱，主我禱告俾隆重兄弟姊妹係要相信呢禱告，用熱信心去接佢，佢得到呢個恩典，奉耶穌基督嘅名。這個苦衷你可以留本佢，這個問題你可以留本佢，這個病你醫治佢，透過呢個寶血，我相信透過呢個耶穌基督嘅名，一切嘅病啊，腰骨痛也好，頸肩痛也好，胃病也好，各樣嘅病，佢相信奉耶穌基督嘅名嘅身體得到醫治，身體得到健康，奉耶穌名我禱告，阿門。